搿点黄水我的话来个，我阿妹宝贝真是会出来。来，华灯节岁啥个喜事啊？请我啊！你们呢？请我。喂，干人吗？侬是啥人啦？我是干人，我是搿里老夫人啊。哎呦，亲家母，亲公干人，有意他的啊，那像我头人个包。亲家母，今朝是亲家的休息呀。今朝是我让他们摆成一家呢。我大新公、二新公、两个兄弟都上门，莫是带来无数的来摆手。是亲家母的休息呀。就是的。再亏，我真的一点都不知道。要是知道嘛，多多少少意思啊。亲家母礼轻义重，不要责怪。喏，我这里有1条黄2斤肉，我有3斤酸萝卜。本来都是我阿妹吃，也在帮吃。1条黄2斤肉，我有3斤酸萝卜。不知么是我的非常我能吃。亲家母见笑了，我女妹，我阿妹到哪里去了啊？你刚挑好福气啊？来厨房间喽，烧饭喽，厨房烧饭，干嘛？那为啥叫我阿妹到厨房里向去呢？为刚叫你到厨房去，做光个来福的，给刚想点起辣椒点起来的酒锅老太婆了。那啥？侬讲我阿妹蜡烛想点起来酒弄啥？就是个。亲公妹，搿种事体不当乱讲的呢，干就乱讲啊！侬娘子眼睛看到了，我2个媳妇讲给我听啊，人家个闲话听不来个些。亲公妹，我阿妹搿种事体不会弄啊，我晓得哦。侬肯定是误会嘞，干就误会。我2个媳妇讲了听了说说清爽嘞，干我乱讲啊？搿闲话讲起来我也不中听嘞，干不中听。侬看心情讲我阿妹来酒弄啥？侬也没亲眼看到，侬听2个媳妇讲哦。我帮公是大过年，一样的媳妇要一样开来，一样媳妇2样开来呀，根本人我弄不好嘞。搿闲话冒出来，一样媳妇2样开的，那我当初辰光高级的辰光，我到底都说好，给他们夏天去哪这天就我让他们死，我讲不讲啊？侬一看毛的是我阿妹酒弄死，搿是不可能的。怎么不可能的啦？啥不可能？我老早晓得嘞。侬当初讲，哎哟，侬是个兄弟，大媳妇、二媳妇、2伙人来嘞。侬看心讲我阿妹是个祥和人，侬闹我阿妹不去，就是看我不起，看我不起，侬以为我2伙5人是吧？2伙有人哦，我2伙也有3个5来的，3个5啊！老开玩笑的不能讲。晓得，我3个5了喂我，那么看我2伙5人干嘛？3个5要么不来，要是大那个兄弟呀，我不把侬讲，也不把侬看侬家过了地方小。不老，你笑死了！笑死！哈哈，我是头里讲我，就讲我讲过我的地方西我放不老，我2个要么人不掉来，掉来个小家伙绝对不吃。都说人啊，毛人，都说人要叫你啊！侬忙欺负我老弟，我说不来人啊，是来农里向绝对不吃。我讲绝对不吃。那忙看我们的，这就叫来。我的想个多少年，多少个人，全部可以叫来，无数都这么叫来，叫人啊不行了啊，人不行了，侬以为我阿妹是吓唬头的？吓唬头你那不是吓唬头的不是人啊？有比吃起那个了，有比，刚个人叫来我的我媳妇老干没事多的我，你多少人啊？我本来是真心真意到这里想来冒阿妹哦，想不到阿妹来这里下冲突的嘛，我对侬不客气啊，侬不客气啊。我当初是开了亲的工，做人老老实实的文章，我把阿妹过了农屋里向来，有侬搿么个老太婆啊，我10个人为过么农屋里老太婆，我干么老
的，我都不相信。搿盘鱼咯，搿盘鱼咯，人呢吃片的，俺们公园，好吃的好到这个啊，搿盘鱼咯，文公园，哎，干嘛？来来来来，干嘛？我这吃不的，你怎么怪都死了？我死了，他们死了啊！我好死啊！我好死喏！不光里光看人家里，我光3个5角里，你讲我搿3个5命当大戏啊！我3个5要不了嘞，比侬屋里向都好，我能讲。你搿种3个5，我不是不认得，我早早我听说过，你3个5做干么？做干嘛东西啊？做干么侬晓得？你搿种3个5喏，我一只眼不碰死喏，小姐不是讲。怎么？给我是侬爸爸，毛着了，当时侬毛灰，我坏了，我怕我。啊！俺那你弄啊，你弄啊把炒，俺那眼母子都炒黑去了，老早眼母子都炒黑去了，搿把鱼老上劲。我也最上劲了，我讲我要给发走了，俺那人个炒昏去了，